讲起咧吼，安尼颁奖吼，都态度过来，安尼颁奖你咧想，安尼退班特别的遐想吼。我等于颁奖来退班，你信目谈到285元，吼，来到你信目代表，吼。我等于中庆会，吼，民国77年成立，你遐颁奖中庆会，吼，按。你啊，中庆会成立以后，所有中长、理事长，经过你都非常理事长的努力，让我都因共产保留底下完整所以你啊经过讲我想中庆可能做还冇完全啦所以礼拜六完全的共产我想。我颁奖人的荣耀，所以你啊中庆会成立以后，我种中庆中长啊就大家动热心都参加你中庆会，所以安尼中庆你所有的环境啊就通维持得动好，政府也有补助啊种因来建设，所以我哋啊所有共产长寿韩国文创的部分，通安尼客委会。都有资金注入来完善，所以道理咪当时新闻安尼客委会一起来咧帮忙。讲到你读的事情因为我种嘅读约民国30年的是只起业，所以道理下谈到有7、80年啦，所以3年前开始咧改建，所以改建你咧读。因为你公众之心，因为颁奖人共读，所以你要工商动态，所以你该建你得读，唔系用临时决定你是讲经过梁尚仁的理事长对协调3年前人有决定决定以后当然以前你冇顾好他礼拜咪特别落去设下古堡塔，本种颁奖的模也着，咪就来落来，本种伊后退子孙来结拜咁样，就种客家人啦就以前咧讲啦，大部分冇出嫁模就以讲有高兴，以后大部分转去在汤，系讲来到4年来灵古塔，该要。按错啦，因为你得读，我头下讲过，去改建当然大家意见当多嘛。就因讲，该好，很多咧用就同埋咧改建因为我礼拜读，因为头场做太水，袂认水因为我种70年前起嘅嘛民国30年起嘅，所以。家下安尼新木里的所在，传农业时代冇卖发展啦，传农地啦，所以唔会认水呢问题啦。因为你19年来新木地方传发展启动到无你安尼个种嘅新乌溪水溪排水机会暴涨，所以我读3不5时袂遇到水，所以你只契机我种长有个机会。来改建咁样，当然困难是第一，我等于交定期费嘛，交钱嘛，因为起个是只经费嘛，经费的来源人会则是讲，你起只读，你想到下摆你读用了地球，所以你起的是只以前比落代志俩大嘛，所以就牵扯到土地的事情，所以土地。按经费产生安种太大问题啦。不过我种中青大家合作，慢慢又克服啦，土地也要买，按经费大家中青又支持，大家又交啦。所以礼拜都得按新工老板新冥冥之中爱出现，都爱庇佑。古坡嘛，你都算是安尼个。媒颁奖人的媒啦，因为颁奖人媒有都系嫁出去离婚，佢但是安尼
福建因会读，原则上是讲某本外上因拜嘛，所以佢的子孙，佢来又外上某辈，哦，假是就按照即家来又上外上因，我种因原则上是某辈落去啦。假如讲去嫁出去离婚，成因上班强，第一个条件是，该上班强当然安尼后代子孙嘛，所以落来他一定是没问题嘛。人会是讲离婚，个冇成因，啊，人会是讲冇嫁，啊，这个最基本的3个条件。韩国人会讲你有特殊的状况，我们又叫审查委员会可以专案来处理这样。其实落古坡它原则上，落你的主线嗰条哈，落来是通常啦，冇买特别设限讲，还有其他的禁忌啦。哦，而且讲，你主要是讲那个条件，落来读的条件，其他的礼俗其实很通常啦。你读又顾坡读来讲，开始变你中心上哈更进一步嘛。哦，因为手心手背穿一架牛啦，哦，莫讲每是比表模都冇背啦，哦，佢帮人贵收以后，通常但冇嫁出去，我当然咪希望佢转来受到后退子孙嚟祭拜嘛，哦，我就讲你手心手背都是肉，哦，我们的走家位也是于情于理都应该让他回来了。虽然我们的中心也是大家也是这样想的，哦，毕竟这个某一懂某鬼受到委屈或是怎样，但是家总是最后的一个避风港嘛。所以我们爱东希望讲，不管满因，只要他资格可以的话，我们都希望他回来了。哦，人会是讲，爱范永英虽然来推班，唔上提，不过爱东也读有2则。我们按照是唔上题，台方、二方、上方、四方、5方，第四方佢有只塔，佢比挨下塔喊下左种5、6年剩起嘅，所以佢咪同行喺塔上下而已啦，很近啦，所以佢有只塔，俺人会是上题，是人会只塔，所以我们反讲都信目是有2只塔。2大塔这次全部都设了姑婆塔了，所以你不管你是来方的，都可以回来我们自己的塔里面受后代子孙的祭拜。